来看嘉义新港国中美术艺术在领班的22位同学，因用新会乡团做主题，要伫咧2023年底才开幕的林国地美术馆举办毕业成果展。除了有这甲灰仔砖画图的作品以外，今年佫再用钢板来做雕塑，要让地方的传统产业透过学生囡仔的创意，有无共款的呈现。家长陪着家己的囡仔来看因的美术作品。嘉义县新港国中的美术艺术在林班伫林国地美术馆举办毕业展览。展览的作品当中，学生结合在地在乡的乡物来创作，希望让地方的产业有新的变化。千里眼跟顺风耳是新港的妈祖的旁边的得力助手，就想说，然后再加上香粉是新港的特色，两个就结合在一起，变成这幅作品。会当推广这香粉，甲伊推广出去，大家拢会互因接触。新港国中美术艺术在林班22位学生用新会乡团做主题，展览因的图画、雕塑甲泰鲁斗图。林国地美术馆表示，学生伫遮唔仅是展览因的作品，这嘛是在地艺术的传承。伫咱新港，这个火有可能是这个内心的热情的火，也有可能是对艺术热爱的这把火。然后让这把对新港的爱的这把火，或是对美术的这把火，可以持续的相传，代代相传，安尼落去的对。我的父亲他本身就非常的注重教育，他对教育呢，对美术教育这一块，他是希望能够有更深入的一个传承。新港国中表示，林国地西市替新港艺术文化的传承带来正大的帮助，会当让学生因伫遮来展览，对因来讲，唔但是学习，嘛是一个肯定。希望新港的宗教文化甲深厚的人文精神，会当成做是学生艺术学习的基地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